摆时代较无闲吼，各位这历史吼，伊若要讲的是讲台湾人讲台湾历史，咱长期受国民党的教育、中国人教育，足侪历史的观念、历史的看法、伊的观点、伊的定位，拢用伊迄边的看法，包括地理嘛共款，咱即马讲历史就好。所以一寡用语吼、用语甲观念拢是甲咱台湾本土无共款。咱咧纠正即个问题吼，像讲咱要像讲这个光复主义吼，这些都是为着一寡人因的想法，咱台湾人想咱有咱的看法吼，咱的观点吼，就是咱咧读历史讲，咱无爱有帝王的观点，这毋是讲讲台湾啦，所以一般中国人嘛是共款，伊嘛即摆开始咧思考，甚至中国人有一寡历史学家吼，无爱将什么元太祖、明太祖啊，什么乾隆皇帝啊，无爱用即种名吼，不过因逐个无是中国推用了嘛，无啥好势吼。像咱读外国历史，拢讲华盛顿啊、拿破仑啊，什么拢讲因的名吼，亚历山大等等，真通咧讲伊的什么封号，中国人最重视封号。咱即摆其实咱前你嘛毋知讲元太祖是啥物名吼，明太祖朱元璋拢较有清楚吼，雍正皇帝什么皇帝，迄种观点足自然，就是吼，是历史地位其实做一个皇帝也无啥了不起啦，但是你若讲伊名甲落去吼，你叙述的历史吼，都拢无啥共款。你中国伊即摆甚至啥物乾隆几年前拢有咧用叫公元吼，公元几年吼，像西元即种历史啊嘛无应该讲。你讲西元是讲这西方咧用，这20年几这用全世界咧用做西元吼，所以有咧讲，所以咱即摆台湾人要处理台湾的历史吼，第一个要有偏离的观点吼，无用了放弃啦吼，无用个，我毋知我该倒了吼，等一下再回去。所以咱是采用一般的偏误观点，我像台湾汽车事业所用的种观点吼，就是一个背时咧看即个历史的发展，不管大代志、小代志、战争拢用咱的观点去看，毋是以即个政府的观点、统治者的观点，是一寡大官大将军的观点，毋是吼。所以采种观点，历史是凭着甲人民创造，帝王将相。帝王将相将，甲宰相拢毋是历史的主角，拢毋是吼。另外，佫有一个中国人来台湾，中国历史来台湾来找我甲讲，伊讲伊足希望中国有一个蒋经国。我想到一个蒋经国，伊讲蒋经国是台湾推动民主政治的这个主角，没有蒋经国就没有台湾民主。我袂讲啦，什么代志？伊讲蒋经国毋是解除戒严，蒋经国毋是主张民主化、开放党禁下，拢不是吼。蒋经国若讲有构建，就是讲伊无去拒绝，无去抵抗，因为足侪国家像罗西亚、俄罗斯帝国最后一代会摕拢落，因的王族拢抬起了伊抵抗民主化吼。清朝迄当时。要退位伫袁世凯咧交税的时候，有甲强害，讲你若毋咧像法国像俄罗斯拢抬起了，所以就全退出来吼，宣布退位。你敢毋知讲清朝宣布退位是清朝最后几个人的一个中国推行共和的方式，都毋是嘛，是被迫退位的。是蒋经国的时阵。伊毋是台湾历史民主化讲的，伊一旦讲伊有去抵抗迄个历史。台湾的民主化主要是人民、台湾的百姓、民众各方面的人共同无办法的角度来处理、来推动，蒋经国只是被迫啦吼，不得不啦，到尾宣布解除戒严吼。但是伊像美国当然毋是压制啊，嘛是压制，国会全面改选。会晓个伊嘛是抵抗，嘛是用各种方法要来抵抗，咱国会全面改选、改革等等。所以历史是凭着咱人民创造的吼，毋是因啦。因即个历史的舞台有一个角色，有一个角色，没有错，但是毋是因的。所以咱重视一般百姓对历史伊的看法，
用伊个观点看，伊个讲起伊个参与，伊个想法较重要吼。所以台湾人讲，台湾人讲历史有几个问题吼。第一，像讲比较大批的中国人，或者大批的福建人来台湾，你若西洋历史咧写讲伊是逃难，因逃避是两件代志，饥饿甲暴政，腐败政权，甲生活上的困难，所以走来台湾是。一般若毋是中国人写的，看西洋的册你甲看，讲是安怎大批福建人移民来台湾，甚至菲律宾因为逃避两件代志，饥饿跟暴政，或者讲腐败的政权，还是讲因的生活的困难所来遮。所以这点，若中国人我这扩展国土，足侪中国人写的册，拢讲因为台湾是做中国人生来，所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看一个报告写讲，伫新洲压着迄种宋朝的字铜板所以可见台湾是宋朝是中国的领土，因为底下有压着一寡字字甲宋朝台湾袂嘛一定有是的。像做即摆钓鱼台是讲即个中国领土，因为有一本书写讲中国的清朝的大臣。离开琉球行过，有看到钓鱼台，所以钓鱼台是中国领土。这种观念拢是误对的所以台湾即个大洋的中国大陆或者亚洲大陆亚洲东南、福建一带人来台湾，到底是逃难还是扩展国土？咱的观念概念共款。之前讲这个，敢若咱国家来讲。以前讲台湾是开台还是复台国民党讲是复台，咱台湾讲是开台，所以将军庙写之前讲是开台灭亡、开台胜亡足侪恁庙你甲看安尼写，但是国民党来讲是复台恢复台湾是本来中国的领土过来恢复1683年兵是清朝来侵入台湾，但是中国人伊的看法就讲这是。回归就是有一摆，这应该是对地线高边高去。有一摆我去这个叫做厦门毋是厦门啦，厦门在厦门鼓浪屿鼓浪屿有一个地线港的庙，足大间的纪念。导游讲，地线港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因为伊来台湾所有的古厝，这是民族英雄。我讲恁老爸讲，你会害我来讲。因为以前讲来台湾是要反对北京恢复南京反清复明就明朝是南京，清朝是北京，是反清复明，所以以前讲去台湾是要抵抗中国的新政权。我就讲，今仔日中国闹者，中国共产党一将军走脱台湾占起来抵抗，伊都是进行参。所以以前讲绝对毋是恁的民族英雄。这毋是恁的民族英雄，真点啦。伊讲之前讲这历史的过失是安怎伊的看甲我就无共款。所以有一摆台湾一寡这资本家要投资制作鸦片，要甲中国、甲日本、甲台湾三方面要投资，是讲因之前讲的故事是，伊老母是若去咱甲杀去中国伫台湾，搁伫中国三个国家，拢有可能要拍电影因为咧讲即个要投资人国的种方迄讲，大家咧谈，我讲绝对办到。我相信无通拍电影，讲是安怎讲？以前讲的定位根本就三个国家就无共款。日本人讲，以前讲是日本人，伊是日本出世，因老母是日本人，中国有一个海盗去长期大去带日本人4个囝是日本出世的，所以日本人足尊重提前讲嘛，拜提前讲。中国人伊的看法就无，台湾人看就无共款。所以你说编辑要消到之前讲伊的定位是安怎就有困难莫讲拍电影，我感觉开始要写电影就有困难。我讲绝对拍袂成，真正拍袂成。我即摆无人敢拍之前讲的故事。若做我来拍就无共款。你即摆中国人拍伊都无共款，日本人拍当然又有不一样，就是表示。我个人对历史的看无共款，上好是客观来拍电影，就是
若准讲恁台湾观点，狄仁国的故事，清朝1683年吼，狄仁国因孙投降的时候，吼，假是侵略还是回归吼，就是收复故土。但是伊当时康熙皇帝一再讲，台湾自古不属于中国。人民皇帝家己讲，台湾自古不属于中国，所以本来是无要拍台湾，但是台湾对伊参加这吴三桂吼，也这三藩之乱，所以就要来塔台湾，但是台湾自古不属于，所以就是因呢，康熙皇帝家己咧讲嘛是安尼讲，但是即摆足侪人袂是讲即个做。去收回台湾吼，私人间去收回台湾，就是是个什么光复的那个味道吼。1895年，这看我来讲较像1895年到底台湾挂中国清国挂到日本，到时台湾是摆脱完全，还是讲因为各地吼这现在我讲较清楚吼。1945年是到底受降是光复？光复甲头前个赴台拢甲原联国台湾本来是中国的，只不过佫光复转来。但是事实上，1945年甘啊年吼，历史毋是安尼讲，无国民党来伫强调光复，咱讲这光复节根本就无影。还是当天那个典礼为了10月25日当时受降典礼，典礼上面有4个国旗吼，苏联、美国、英国、台还有中华民国4个国旗，根本毋是光复。毋是庆祝光复，是伫遐办一个受降典礼。比如像我但是伊咧写1945年就安尼写，1950年老主要是台湾是建立新的国家，还是搁复制吼，把中华民国整个回到台湾，但是这吼，还搁来讲吼，1971年退出会场，或者退出联合国，这也真侪无共款的讲法，当然标准就是国民党的代表团被赶出会场，伊怕被赶出，所以事先退出了，但是没有退出联合国。联合国一个席位，一个席位也是对个，只是代表团换人，北京派代表中国，代表这个不代表中国。所以我即嘛这样讲我们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了。所以咱这边咧讲台湾交联合国，国民党就讲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中华联合国就是讲，我讲中华联合国足简单，甲北京大家头赶出去，你讲去代表中国嘛，有办法嘛？这个以后，我是讲，较定再过来讲吼，讲咱详细用较侪时间吼，有交联合国、创联合国，较侪时间先来讲，这个1895讲较清楚，你就知影讲差别偌大吼，我们再下去。咱先来看1895，1895是甲午战争以后的第一年吼。OK， 先回去这吼。OK， 过来下去。不是吼，再上去，前面。外国人看台湾历史有3个缺失吼，第一无了解还是误解吼。我看这个外国人，包括较了解台湾足侪美国人咧写字，就是足侪拢无了解，还是雕工扭曲的内造吼。像中国人讲马关条无效啦，开罗宣言有效啦等等，迄拢是雕工的，伊毋是雕工。第三立场不同，比如台湾到底是边疆，还是安怎吼？像陈洪油渣就讲台湾这是善地啦，无路用的所在，是边疆。了不以化不相，男女情侣如意吼。这油漳讲，反正讲袂要紧啦，因为反正是种边疆，咱台湾当然唔免想啦，台湾咱就是一个西太平洋一个足强的所在，咱用词也无共款，国人无共款吼。所以咱是爱以台湾人自我立场健康、客观，咱袂使讲扭曲历史来看台湾历史啦。迄个台湾伫历史的价值弄清楚，咱做台湾历史的人是安尼，咱嘛唔敢讲咱要改变扭曲还是捏造一些事实，讲台湾远离台湾，这样都不是，我们还是要弄清楚过来。这个论处理史这4年我是伫北京大学听一个教授讲，因为阮伫
伫遐咧拜访北京大学，我做做立法委员，阮组团立法，民进党立法委员组团去北京拜访的时候，去北京大学拜访，因为拢咧讲什么马关条约无效啦，什么舟山合约我们没有参加，讲北京的这样无效，讲一大堆理由吼。我台湾本来叫中国的，我本来是什么时候？自古是哪一年？你讲袂出来吼。就讲大家很不愉快，到发现讲东部的书记伫遐当然教授嘛唔敢讲，一个我讲我们不要再讲，我们到校园去看看，校园听说很漂亮，大家都是背给说的。我一个历史系年轻教授就话啦吼，伊讲姚先生，阮较早读历史的时候吼，老师甲阮交代细腻了吼。伊讲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把事实弄清楚了，然后再讲一个结论。事实是什么弄清楚，所以论处于史是这个意思。其实这句话伫阮读法律人是足清楚啦，我们不用这4个字而已，但意思是共款。你做这法院的案件的审判的时候，你弄清楚当时怎么发生的，迄个咱的法律的用词叫确定事实、确定事实。再来看办怎么判。有人开着讲被告这该死啊，判死刑了，判安怎？但是当初怎么经过的吼，比判你开庭以前不能讲这些。怎么判是以后的事情。今摆来讲，到底代志是安怎发生的，弄清楚吼，论处于史的这个意思。美国来讲，就美国、英国来讲，迄事实怎么认定是陪审团的代志。陪审团法官底下就甲评判讲，你调清楚啊，证明的证据调清楚，到底怎么发生，你弄清楚我再来判。法官再来，所谓论那个论是论罪，到底是判死刑、判无罪、判10几年是事实确定以后，再来判论处于史。所以这个北京大学的一个老教授甲学生教的即句的吼，这是历史。立场共款，台湾虽然无这4字，但是阮咧用的台湾的法律也是这样子，也是这个意思，对，确定事实可以适用法律。确定事实摆在前面，适用法律摆到后面。所以咱台湾人要出一点书吼，先去弄清楚到底当初是怎么发生的吼。OK， 咱即摆先讲1890年讲较清楚，咱跟拄仔头前做些代志吼。伫咱台湾的教科书甲咱台湾人立场讲的不一样。第1894年是日本甲清朝的战争，日清15年吼，15年1894年，日本甲清朝的战争，韩国较衰的战争伫韩国吼，因为韩国的引起的日本人要争取条线半岛，中国人清朝本来是影响条线半岛。伫遐间接吼，是1895年、1894、1895是马关条约吼，就是伫日本叫做下关，以前叫马关，叫下关，台湾就台湾民主国这3个事实。3个事实，即摆 OK， 马关条约2号再去签了，这个意义是安怎？咱就无款的解释，无款的解释吼。我阵咧写这个黄埔印吼。写台湾民主国的时候，有这代志想足多。我阵咧写是讲，到底台湾人迄当时对李鸿章将签约，伫马关签约，将台湾分清条挂出来交日本，台湾人的看法是安怎？当然你来真侪所在去思考，包括问足侪朋友讲，假使你是1895年台湾人，你看法是安怎？我写出来就咧写上台湾观点吼，甲咱教科书读的吼，即个像叫做赤峰社讲的就共款。赤峰社是客家人、屏东人，来台湾做官，以为伫台湾吼，爱来做官，好钱秀才。伊的讲法你拢足清楚吼，伊的讲法先看方面，看朝相方面。有吼，恁足清楚，像只咱拢有谈过吼。宰相有钱人各地吼，夫臣无力可为天。伊就感慨讲这个宰相李鸿章吼，有咧挂头地我这小人物吼，小人物小事吼，无力可为天。感觉讲这个吼是
真毋愿的一个代志吼。咱注意讲清朝挂台湾和日本是啥物原因？做台湾人因为受在挂影响，拢讲这讲李鸿章害死。李鸿章若讲来台湾办婚挂手续要甲杀，所以做咱就有足侪咧酝酿讲李鸿章若讲来台湾吼，来交挂交割吼，互日本的代表的时候吼，要甲杀。就台湾人足敢讲话啊吼，伊足无大足爱讲话，就上海报纸就写出来。李鸿章就毋敢来，清朝无人要来啦，讲要来交挂，调用了爱执行嘛，执行了后交挂，想要来无人敢来。就要北京的人无人要去讲，叫李鸿章伊囝去好啦。李鸿章叫李经方吼来，李经方毋敢入台北市啊，伊踮倒挂，踮日本的船，有人教伊外口，伫遐创创干到即代迁入平等，毋敢进入台湾。所以当时交割伊个手续足简单，阮台湾一切的财产厝啊，啥物，统统只要给日本，就迁入你个平等。所以咱的观点，咱无法度接受这种讲法。宰相有权能割地，故事大家讲足清楚，但是这个观点毋是咱的观点。所以这代志就对我造成，你写黄埔那条电影小说时，讲到底要怎处理这个挂台割台，麻烦调这个代志，大家反映是安怎特别我写的我写我真侪百姓是参加过天地会，天地会是较早是反清复明，到迄阵189年是也不反清也不复明，但伊绝对无去忠于满清，甲邱红是无共款。做咱台湾人一般人讲也有讲，大家对清朝伊足无满，虽然无一定有参加反清运动，无一定有参加天地会，但是因的想法绝对甲邱红无共款，所以我处理这代志足困难。写小说兼写历史小说，甲写历史共款有啲态度。所以迄阵写好以后宰相有钱能割地，故事有可为天，就甲我讲，嘛，你若讲李鸿章较处理，李鸿章甲史太讲割台袂要紧啦，即个边地啦，迄无路用的啦。台湾人是男无理，男无情，女无理啦，男无情，女无理，咱讲。鸟语花香，伊讲但鸟不语花不香，咱有情有义，挂出袂要紧，因为北京就是安尼讲吼。所以呢，观点甲咧观点无共款，甲邱红嘛观点不一样。咱台湾观点是安怎？是我咧写反腐院上用足个心情，也咧思考的问题。李鸿章讲咧说服清朝。这个调停同意挂台，讲台湾鸟不入，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气质不足喜互人无啥物同情。这是李鸿章伊的讲法伊讲法甲咱讲法就无共款啦甲我的小说咧，对咱百姓的讲法就无共款。北京伊就为着听讲。因为日本要讨辽东半岛，辽东半岛甲北京足近嘛，就伫谈判的时阵阵李鸿章，大家叫李鸿章去，李鸿章无啥敢去，讲即款去就加衰伊无爱去，但是无人要去，讲李鸿章你做一个宰相，你着爱去啦，要去迄阵嘛惊讲去一定无好康的，所以你要去，这大朝廷人同意给他一个权利，带他去签东签西大家感觉讲，台湾那时候土地那时候互给挂互人就讲也袂紧嘛，这台湾人不语话不香，男无情女无义气质不足死去外地去慈禧太后，所以朝廷同意给他授他权利，所以这种话怎么可以说？邱红甲怎么可以说宰相有权能割地？所以基本上邱红甲这个人唔敢骂皇帝骂李鸿章李鸿章哪有咧管啊？宰相有权，他哪有权？那有权是被皇帝授权的，调停授权，他没有那个权利啊。无人敢骂皇帝啊。其实会当挂台原因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强起来，清朝将衰败、腐败、落伍，
哦，无法度一个大国拍一个小国，迄个原因是现代化的国家甲一个落伍的国家相抬太输，迄个情形吼原因造成，绝对毋是讲宰相大胆安下，所以像食咱台语历史吼，咱做囡仔逐人受这影响，就是讲啊，拢嘛农场歹啦，啥物吼，所以李经方来台湾就听讲，迄阵就撤条派李经方。李鸿章的囝来办理教歌手续，伊甲进台北省，转到日本从，就草草率率迁移到营造，所以这讲比较清朝嘛，有无共款的立场嘛，对吧？就讲就李鸿章的话，甲一个蒋介石话嘛，拢无共款吼。咱的话要怎讲？所以李鸿章签了以后，伫上海大社团吼。恨之入骨吼，讲李鸿章啊打人的时候吼，有要甲气散吼，迄有开始了。来，你来了，我不可以来，平安啦吼。这挂架太假了，稍等，听落来。李鸿章惊到代志，伊就唔肯入台。交啦，现在讲啊，你签了去移交啊，你签了去移成啊，吼，过了无人要来啊，所以才只有派李鸿章因囝来吼，事实是安尼。OK，在因囝做李经方嘛毋敢来台湾，所以规人三条杠外海日本做吼，就转变，日本的第一任的总统吼，把三世纪吼，就抢做。交接台湾本交接，虽然配合签了个执行，但是规定你讲几年个台湾这么侪物件，这么侪杂这么侪人吼，但签几年个台湾全岛平和着导致各海口及各湖关所有堡垒、军器、工厂、所属公务全部交日本，就这样写，咱这四字要移交嘛，无这个，关键要移交，移交保安偌大本的。我考试现场移交的时候嘛足大摕足侪方面人员啦、财产拢写足清楚，现金出偌济，啥拢移交足清楚。但是台湾迄移交的时候，竟然伊政府高金要转去，嘛毋敢就伫三条街外口的日本的文船馆长，请请落紧转去，因的日期，感觉吼，嘛听讲毋敢转上海啦。所以我哋讲，去别地去，但去天地上转嘛，去上海，但足简单，台湾全岛平和列岛，要欠列岛吼，各海口及各府关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甲所属的属工的物件，统统交给日本，就这样子。讲这一定要交接嘛，嘛比这较复杂吼，所以空间东西非常草率哦。过来 ，OK， 这帮问题出来遮，我写就写好，写好就请一个施小姐，一个研究歌戏，这个或者台湾戏剧大学研究所、戏剧研究所一个工人，伊调咧写歌戏。啊，徐如风吼，叫伊写，甲这段写出来。伊讲吼，足头足听，这方面人写，我写安尼足复杂，我写也是足久。即摆叫伊搁写，伊毋敢，甲方面写出来足复杂。因为你习惯的读的册字，就是中国人的观点，所以伊写讲吼，就学用迄个胡新本咧讲吼，即你这囝落车吼。就犯了罪，要了去出来是那个挂把，天母挂不行白，挂把天母挂不就要死掉，天母讲我个天堂要了去建立都有个出来，所以我感谢天母的养育之恩嘛，所以我肉互母，骨互爸，就要离开，就学一段吼，学一段写讲吼，台湾人写讲听到讲即个。清朝北京将台湾带日本，就清惨落流往西，就烦恼就讲即个我爸朋友我爸我过现爸安好，但迄当时无安尼想，这是事实问题。
无安尼想啦。啊，你的观点是中国来的观点，啊，多少受到超放假迄种观点，是讲吼武存武力可袂起迄种观点，但是台湾人无迄观点，这是事实问题。哦，啊嘛毋是咱的观点，咱的观点到底台湾人迄当时，那台湾人迄当时对即个咱马关条约签了，日本人要来会感觉是安怎？我有条咱社会，或者高俊明牧师规到隔壁啦，规隔壁就亲爱叫我规即边，我摆到一个宪兵摕电批互我写讲，这个故事是安尼，当时你看吼，台湾人当时想法是安怎？啊，就批早一个月才倒转来吼，啊，伊讲有理啦，伊讲台湾人对三个国家拢不满意，清朝国、日本国甲台湾民主国拢不满意吼。台湾人应该是甲遵守天国的道理吼，所以台湾人应该是爱进步的。台湾总是落伍嘛，啊，日本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完清朝是一个或者落伍的国家，台湾人社会是落伍的社会。啊，中央教会里面带动足侪新的观念吼，包括反对白卡，有反对食鸦片，反对啥讲。男女平等啊，足侪体育个啥新的思考，台湾人应该安怎将台湾的民族、台湾的社会改变做文明的社会，这咱的任务。你台湾对三个国家拢无欢喜，清朝本来就无欢喜，日本这个新来我嘛无欢喜，啊，台湾民主国是什么玩意哦？无民主基础跟头迄几个拢是那个清朝的官，日本拍下来走了了，包括蔡凤江嘛走了了吼，总统。哦，迄个唐景崧嘛是走了了，所以台湾的社会，就我小时候比如讲迄个囡仔就年尔，囡仔就到尾唔到去倒去嘛毋知吼，所以伊即摆互我做一个观念，我主任牧师的观念是较正确，是讲台湾是落伍的社会，吼，安怎进步就是咱爱做，即三个国家伊嘛不认同，啊，所以我著甲师傅讲吼，啊你写毋好，咱搁来研究安怎写，再配合着。咱伫当时的现状，用咱的台湾观念去思考吼，过来。所以我是迄阵到尾啊，全改做安尼吼，啥物挂肉，啥物挂骨拢无吼，你读看吼。95年清朝日本小战临海吼，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无遗骸吼，这是帝国气数以前自解败吼。哦，这种是历史，用咱台湾人看，我是帝国吼。台湾人互清朝占去，靠降甲人讨倒来日本嘛，吼。啊，台湾互日本讨，靠降甲日本讨倒来美国嘛，是吧？汉奸以后，不战后93号诶，日本放弃台湾啦。所以台湾诶历史你甲看，清朝大国台湾东宁国无怎抵抗叫占去，甲靠降甲伊安怎讲？毋是讨倒来。该搬出来吼，去日本嘛，对无？啊，日本统领50年，到尾实相甲为日本甲救出来，美国或者美国，至少是美国。所以台湾的历史甲即个国家有足侪关系，咱爱了解吼，咱爱了解。所以这是讲帝国气数以前，吼自解派无去拖牵拖到千里外台湾来，放假有地过一摆。就若95年、95年啊，伊若台湾啊10年就一个变化，中法战争啥法战争拢有假年哦，10年一假嘛吼，一下内底若有讲战争拢甲台湾有关系嘛，五口通商、九口通商拢甲台湾有关系哦。哦，这咱的淡水港啦吼，这安平港等等开放，这种拢是跩伫甲咱台湾无关系战争啊，中法战争啥物战争吼。引起95战争嘛，甲台湾无关的，伫条线咧坐，叫做讲无疑开发千里外的台湾来吼，放假有地，佮应效第一摆。哦，台湾啊，若你若看95、94、92、94个代志，然后倒来教后头的代志，10年一变吼。啊，即摆后壁讲台湾挂日本去主裁，这究竟是好还是不是好还是歹吼？无的确，我们这个案例就是该讨论结果吼。共同会当接受吼，你师傅嘛，足有主见的吼。伊到尾若无下着水，伊嘛毋歹写吼。
长山放杀，元清不在，台湾学界自有拼将来。对，咱台湾拢是虽然讨厌元清嘛造反对无3年一小可无用做一寡反，但要脱离清朝即个代志即摆无关的。1895年脱离中国，这代志是清朝不是咱的，伊甲咱放杀所以长山放杀，元清不在，所以台湾自有拼将来，想要建立台湾民主国是安尼来。这读起来嘛足顺嘛，对台湾过日本去主裁究竟是好还是好？是好还是歹无的确是长山放杀，元清不在，台湾学界自有拼将来。安尼这代志，歌仔戏这个戏文，但咱表示1895年这个叫做台湾民主国成立的意义。台湾民主国嘛毋是台湾人要脱离中国，是伊甲咱放杀头先，台湾人无日本过时要创一个台湾民主国，虽然毋是百姓推动出来，是我官推动出来，是百姓是欢喜是接受，无日本管，嘛无中国管，这欢喜到尾是无法度成功。但是观念是正确，所以自由拼将来是一个会当表示历史的事实是安尼。咱台湾民主国咧讲的伊就是讲迄个有一个公告伊是讲即个台湾土地证明毋是别人会当干涉的，这有一个咱即摆讲主观的观念。当时的旗仔一支防腐剂因仔这确实有即个因仔，即摆落去倒去我小的时候讲是市基的矿坑内底即摆找但是事实上，迄粒因仔毋只有因仔，若讲养起来是要创意多啊，是毋知影。所以民主国之保育这因仔，就是民主的精神是迄阵会想讲台湾设民主国，其实是一个武官为这巴黎转较来台湾。伊讲人别个人设民主国，即讲袂使阁设岛，袂使阁设皇帝，台湾人要建立一个国家，毋通阁有啥学院，阁是地爱设民主国，因法国大革命以后，美国搁较早两者都是用民主，所以大家讲安尼嘛好所以民主国，这个民主的观念是台湾亚洲第一个所以就相当时阵，咱反清反了，就讲到底咱反清汉人要甲清朝，阮就人赶出咱要安怎？有结论。到尾因为看到1895年台湾人设置民主国虽然无成功，但民主国的第一个观念是讲台湾长处无皇帝，所以歌戏内底不断咧讲台湾长处无皇帝这皇帝甲咱拢无咧来往迄是伊的代志。咱台湾从此无皇帝这个观念是民主的观念。所以孙文伊遐人甲张成林、张文章的张伊就主张讲，我设中华民国对无？嘛是闽南人，台湾都设民国，咱就莫阁设帝国，大清帝国，咱袂使阁大汉帝国。伊就在学台湾，不过是10几年、12年了以后，中华民国伫南京建国的时阵，伊的名称嘛是无帝王即个字，所以伊是偶然的，因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国的观念是台湾，所以这个因仔意义伫遮，所以我写那本小说，来说明，先怎防腐剂就是表示讲，迄是一个民主的观念过来。我伊内底不断强调台湾长处无皇帝，本来就甲咱台湾无相关的，即摆台湾即摆去拢无，这种这做歌戏内底特别强调。这个 idea 就是台湾长处无皇帝，台湾毋是帝国，嘛毋是大汉的帝国，嘛毋是啥物王国，咱是一个民国，所以做台湾民主国是安尼。中国甲咱学了，袁世凯佫几年后，就想要改做中华帝国，结果伊失败。所以中国人其实嘛较1916年，民国5年的时嘛已经。
包括梁启超，伊嘛拢无法讲接受讲佫有反对即个观念。因当然台湾是较早十几年啊，其实到中华民国成立了，虽然想做总统，但是前期，但是无人敢讲，甲袁世凯敢讲做问题，吼，结果伊嘛是失败嘛。所以到以后，不管有人吼，老纪元、毛泽东伊个地位相当高迄种，但是伊嘛毋敢称呼做皇帝，无人敢佫讲。所以在民主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强国，啊，民主强国影响中国辛亥革命了的政体思考吼。1915年袁世凯要对这观念吼，但是到尾是失败吼。所以知影讲，即个1895年台湾设台湾民主国影响足大。所以即个吴芳领导一个下人名字进行时吼，伊是伫咧写讲吼，吼，将是台湾民主，将是亚洲的民主国吼，渐显成败莫轻论吼。伊大话笑讲啊，民主国无几年吼，10几9年尔，啦，包括台南算起来，迄支军吼，乌旗军就点吼，无超过1年，吼，日本拍到台南，嘛无超过1年，啊，你无意思，但是即个少年囡仔，伊是讲渐显成败莫轻论，莫轻论，吼，然后袂讲批评，因为这是亚洲民主国，伊个意义伫遮。即句话是伫日本是来写，吼，日本来写毋是即摆写。所以我感觉咧写即本黄鲁印，就是用即种方式去思考即个问题，就是台湾人伊个思考。所以到底台湾，咱来用咱的历史，咱来看台湾是中国的边疆吗？不是。台湾呢，以咱立场看地理，历史地理来看，台湾是世界的中心，是安怎？因为台湾人正面是世界上大的水域，水太平洋啊，甲下面印度洋，你个地图甲看，即边拢是水，太平洋，咱们是世界上大的水域，水的所在。那搁连这南海一直连到大西洋，那大西洋连到迄个印度洋，是世界少1/3以上的面种是水。啊，咱的岛边西北这边是世界是上大啊，欧洲、非洲、亚洲的交汇点，所以我写篇文章说，台湾海峡划分世界海陆段，东南这边是水，西北那边是石吼。水的国家是进步的吼，日本、美国、英国这个是进步的国家。啊，若西北俄罗斯、中国，一边欧洲早期拢是较保守的国家吼。伊地图甲看起来吼，这张地图吼，什么？无吼，什么吼？没有地图，你倒个地图甲看下，就是台湾拄仔即个水域甲陆地的交界点，所以是讲的是世界是重要的所在，毋是像哪里讲东南边陲啦、清朝山地不是这样。咱的危险，所以台湾会这么危险，因为台湾足重要，重要的所在大家抢嘛，若无重要所在无人会抢，所以台湾是足重要。伊是即个世界上大水域甲最大陆地交汇点，所以台湾非常的重要。啊，会当讲上界危险，啊嘛当讲上界安全，因为大家要抢都无人敢会抢吼。所以咱绝对毋是东南边陲嘛，是清朝善地，嘛毋是安尼。所以咱咧规说即个地经，而且讲死了地经接延平国王，伊就称是东宁国，所以一寡欧洲的册拢写东宁国王，地经拢写东宁。台湾这东宁这个名吼，台南淡水一个东宁乡吼，台南嘛有东宁路，或是东宁路，拢纪念这两年渐渐较无咧用，但是也是有吼。就是第一个国家，迄是咱的观念，迄是个国家。啊，我虽然讲开罗宣言，你若去看国民党、共产党拢共款，讲开罗宣言，台湾规划专门公布。咱知影，读历史个开罗宣言是一个声明，迄毋是条约，真正条约吼。即摆看即种嘛，国民党也好，马英九嘛，马英九去东吴大使也讲。你讲开罗宣言是不是条约？当然是条约，怎么条约？因为读册他读，
开罗宣言个宣言，我们之前发布过宣言，教授协会先大拢发布宣言，我宣言是咱的立场，咱的主张，咱的宣言主张，但是台湾应该交互什么人来经过教育，所以这个开罗宣言，毋是讲无，有人讲教育都无效，毋是无效，伊是有效表达当时三国演习的意愿，伊的有效是安尼啊。就我知影讲即个，我迄个台中教育大学应该互我做校长，为啥我即句话无效啊？这是表示我的意愿有效，但是毋是讲我讲的校长就我来做，毋是安尼。那是两回事，意愿是意愿，啊，要实施是实施，两回事。我讲这走去哪加我，这是我的意愿。你讲迄句话无效，迄句话无发生结婚的效果，但迄句话表示我的意愿。所以开罗宣言不是无效。开罗宣言只是一种三国缅因中三国元首的一个意愿、一个主张、一个看法，所以伊绝对毋是有发生领土变更的效果来。所以开罗宣言不是条，足少人讲它不是条，敢若马英九讲是的，甲共产党讲共款，讲，所以阮咧告伊外患就是咧讲伊个，明明开罗宣言不是条，伊讲是，讲台湾已经规定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取代，所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就让各位外患罪是咧讲这点对吧？不但宣言嘛是要赶快，开了宣言赶快，也是一个宣言。旧金山合约到发生，合约是和平条约有49个国家签的，日本以外个49个国家，50个日本以外个49个国家签的，讲日本爱放弃这个台湾的主权，这是条约要到发生作用，即摆国民党拢毋讲啊，共产党嘛毋讲。阮一摆去经过阮北京的时候，讲旧金山和北京讲，那么我们没有参加不算，不参加，为什么要你参加？日本要放弃一个领土，咱就去参加；日本放弃是放弃，咱就去参加对吧？旧金山和约不是没有用，开罗宣言就有用，所以即款的拢是无费的，黑白讲的对吧？其实这是咱真正有日本签落，这个日本的亲中国的国会议员访问过日本的首相。讲咱要投降，毋是讲要根据开罗宣言、破产宣言投降，安尼去签即款的一定叫做外交部长领袖，甲那个因为统一解释讲台湾要交中国，阮日本无意见。但是条约咧签的时阵，咱就要听战胜国的要求，毋是咱咧决定，伊叫咱签咱就签。台湾要中国，咱日本无意见，但是。即马台湾毋是日本，毋是中国领土，因咱无交中国。日本的国会记录有即句，几落遍拢因为左派发议员不断咧讲台湾毋是咱的天皇，讲要根据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投降，是咱投降了，无照投降迄个宣言，咱的承诺去签条约，你是咧创啥？国家部长讲这袂使过。因咱是战败国，战胜国叫安怎签就安怎签。你讲台湾要互中国，日本当然无意见，咱都战书土地都要交出去，至少是无意见。但是咱日本并无将台湾交中国，咱讲做清楚啦。所以这历史中国人的历史、国民党历史甲咱无共款。咱讲历史是根据事实来写。那咱强调讲台湾主权独立，就是根据这个条来，为这个条来毋是讲咱为着咱利益而写，毋是。共产党甲国民党当然是无法度啊，就无法度就四个主张就讲，我顶摆有一摆去福建开会，一个上海大学的教授讲，台湾人拜佛祖啊，拜妈祖啊，台湾人讲。语言一样啊，我们闽南语文化嘛一样，宗教嘛一样，什么都一样，所以台湾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领土。我跟你讲的讲有人听了会很高兴，讲是讲西藏，
我西藏朋友吼，我来讲，伊足欢喜，因为西藏甲你语言不同啊，宗教不同，什么都不同。啊，你想到西藏独立，等下甲你讲。哎，讲了不一样，不一样的啦，咱不一样。伊都白讲啊，伊就是讲，大家讲啥物食物件共款，语言共款，宗教共款，啥物信仰啥物共款，哈。我就甲讲吼，你讲啥？阮拜妈祖就是，因为妈祖是中国人，啊，所以讲，你敢知影绵祖岛的妈祖是倒位来？你知影？伊讲什么意思？绵祖岛迄个庙啊，以前妈祖倒位来？伊敢知？伊讲毋知，讲去落港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绵祖岛的迄个庙吼，恐毁掉一半，迄妈祖会上去。咱阵开放会当去的时候，去落结果阮落到安尼嘛好呐，有庙无事吼，啊，就等下落港就是顺往去去，所以这是免对路讲你知啊，迄个毋知啊。啊，所以我来讲，这宗教甲这主权无关的啊，袂讲阮拜妈祖是台湾宗教，阮拜耶稣的呢，哦，啊，所以因迄学者毋是毋捌，就是因为政治考虑我袂讲吼。所以主权处决这是事实，所以咱历史会看台湾主权，台湾不属于中国，啊，台湾是我中国管，那是另一个问题。台湾我要中国管，台湾我美国管，日本管，我菲律宾管，迄是台湾人的主权，咱台湾爱决定，但是即摆有决定以前，台湾就是台湾的吼，所以这是咱的历史是安尼看，咱甲中国人、甲共产党看法是同款。这就是三河签字的所在吼。啊，台北会又是1952年这个，较早一个国史馆林万宏馆长，伊讲根据台北会有规定吼，台湾已经到中华民国，我有白讲。我就甲讲，我来拜访，来甲伊说明，林万宏讲袂使你，而且你是学长，我来你办公厅，啊就来阮办公厅，哦。我讲你是根据啥物讲台北合约将台湾交给中华民国？伊讲我著签约一边是中华民国，我讲你的中华民国是啥物事？中华民国是台澎金马。我讲足矛盾的哦。你台澎金马就是中华民国，啊台湾交给中华民国是啥意思？啊台北条约哪一条规定讲台湾交给中华民国没有啊？他说依照1951年的这个旧金山合约。第二几条，日本已经放弃而已啦。什么时候规定？伊都后壁甲咱讲啦。林万宏的大呢走囡仔呢，因为伊讲一句话了，马伊就派做国史馆馆长。啊，阮就甲抗议讲，你毋老白讲，你做个学者吼，国史馆毋是政治机构，你是尊重历史是客观的，历史是学术的。我们来拜访，我阵代表国家人民。伊讲歹势啦，而且阮伊来清走啦。啊，阮三个人吼，阮来对三个尾先二先三甲伊讲，伊就甲证明迄个我甲讲几个问题，讲台湾是毋是甲北京台湾人民共和国共一讲毋是？啊，伫台湾中华民国是毋是包括中国大陆？讲没有，它做台湾籍。啊，安尼讲，所谓台湾属于中华民国是啥意思？哦，甲你讲的，甲人咧讲的，属于中华民国不是这样，广东的都读甲无清楚，啊，到尾毋是讲我人批评，少人批评，所以国史馆做不了咁多。迄阵其实台北的合约签的时，这边是做诶，这是较高的，你有较晏呢，哦，伊就讲这边讲我是中华民国做甲你签。啊，日本是日本国做来签，啊，日本人问讲，你中华民国证是啥意思？你中华民国证是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证，我是战争抗战迄阵啊，民国我讲4边1937年，中华民国还是当时中华民国意思是啥？日本人问。哦，要讲清楚啊，因为中华民国各时代意义不一样啊，袁世凯嘛中华民国。啊！在王政委嘛，中华民国到底做中华民国？啊，两边讲要签以前讲清楚，你坚持是中华民国吼，你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什么话搁咧讲？啊，到尾有迄个
当时中华民国伫联合国也有代表挑战了大首相，无统治中国的，所以日本迄阵来讲到底，你甲枪中华民国是啥物意思？就咧讨论来，好来，是啊。所以到尾论评讲，咱创一个教会来写者啦，想到底中央来定义来界定。讲本条款关中华民国这边适用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的领土啦，听无？中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下领土，咱虽然讲你袂使的，你我们没有面子啊，拿这种要求外交部搁搞笑，外交搞笑日本全退出讲好来解决，将来在他控制下的全部领土，将来我讲代表安怎？本来是甲写讲现在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的领土是台湾政府，然后即个讲这样太歪啦我没有面子啦，我毋是甲人管中华民国，我管足多啊。外交部就搁甲日本交涉，日本我然后只有一个面子，大家协调结果，结果将来在其控制下全部领土。所以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跟咱的秋海港地图是不一样的所以1952年怎么说台湾归给中华民国？你我蛮容易讲，蛮这么说讲，所以咱台湾人要弄清楚日本咧讲中华民国是咧讲今仔这个中华民国是以前的中华民国。我只能写这个19引领台湾这。有真侪遐款就今仔无时间通讲，搁飞机都要做超过时间，我唔知啦，坐飞机做超过时。所以1895年拄过即件代志，就已经回味清楚咱大家坚持或者咱坚持咱的立场比方讲咱。民进党当年签的时候交联合国，国民党讲要重返联合国，讲重返联合国迄阵外交部长黄志芳嘛讲，我们退出联合国就要重新回去。我讲咱当时退出联合国，伊讲有啊，那个代表团出来走出会场跟退出联合国两回事的，因为联合国是会员国是 membership 会员国即摆到底想要来代表这个会员国，迄是，来退合国退出的中国就毋是联合国会员国，可是中国并没有不就离开联合国没有啊，他还是有会员国，只是想要代表你。有继承的。继承不继承一回事，想要代表，像即个公司种嘛好当时叫，较早本来阿猫咧做代表这个公司去开会，即摆要换人啊，要去统一工会开会当然讲你当时长已经，较早咧委任转是旧的当时长，咱已经换当时长，所以换人我就咧等你出意思是安尼，所以没有说重返联合国，国民党调那个骗咱台湾民进党嘛，少人讲咱阵退出联合国，阵我感觉《自由晚报》迄个有啥物我想头招来。写进，这个卢凤山，伊讲迄当一个厝诶才排除，伊讲，无迄是到尾讲中美断交，中美建交。你讲敢若谈断交，中美建交，中美断交像中美那个美，中就个引号字也是咧强调中美断交我这也无写出，也无写到这。比较断交的报纸上咧写标题中美断交，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美建交，中这个位置，伊讲出盾了。其实美国来讲，我们没有跟谁断交我们是说谁代表中华民国，谁代表中国，以前阮是北台北这政府阮即摆甲我讲台北政府无法度代表中国，北京迄搭有代表，所以阮即摆要找代表，要伫
要甲北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因北京代表中国，所以他们叫做正常化，因为讲做外交建交。而台湾即阵嘛讲什么，中国建甲美国建交，台湾，还是甲台湾中美国断交，不是这样。这用词有学问题的，有学问题，毋是讲袂使，袂写。从联合国问题来讲，我倒转1970年联合国问题。台湾代表团出去以后，中国台湾就不自灭非，所以联合国意思来讲，下一步，因这中华民国欠足侪会费，因为联合国的会员收费是3个标准有人口、领土国民所得，毋是每一个国家拢收共款，人口偌济，领土偌济。我们说这计算，足复杂的计算，台湾无啥物。台湾代表全中国，外文国卖信来讲，内蒙古、新疆、蒙古、西藏4省，咱无参加，无咱就无投票权。美国为着要互台湾投票权，才退咱1/4。你知影你若欠超过3%，就无投票权。虽然也是有人无投票权。所以咱逐年拢靠美国推咱大概1/4，咱投票权、投票权。甲台湾讲赶出以后，中国就去，意思讲下中国欠啥个钱，迄钱就家己来退。到即摆也落去，所以这毋是啥物加入重返的问题，重返咧小可会通啦，重返小可会通，重返你有法度甲中国总统赶出。我能甲赶出，你有法度赶出对无？而且事实上，咱大家搁这边为你嘛无钱通拿，嘛无几6万侪会费，迄会费足侪钱，有几人嘛。所以这个甲这拢有关的吼。你讲中华民国总统，咱台湾足侪人咧话讲，即摆台湾都无总统啊。李登辉嘛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嘛是啊，扁嘛是啊吼。有一摆这会议中，咱就讲台湾无总统啊，其实有人甲李登辉讲，伊毋是台湾总统呢，伊是中华民国总统呢。讲你毋通讲台湾的总统选举这个制度是台湾定的。你中国无选举总统的法律，我做立法委员1年定的，宪法定了，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是台湾定的。所以讲。你讲中华民国总统，伊毋是中华民，伊号称中华民国总统，伊就是台湾总统。怎么说毋是台湾总统？伊代表是2300万，所以有人咧直接文章咱发讲台湾无总统，蔡英文嘛毋是，蔡英文伫美国讲，咱着爱推翻中华民国，来建立台湾，所以台湾先宪法来比新的法来着总统，咱倒有总统，蔡英文迄个毋是台湾总统。过后甲骂个死，互恁老爸讲，伊讲我支持蔡英文，我选2020年2020，我支持选总统，但是选总统马上就爱取消中华民国宪法，搁来制定迄讲一条安尼，有听无煞煞，听无煞煞。所以历史的回首，以咱立场，甲中国人立场，甲台湾立场，不一定用我的讲啥，咱有家己立场，咱有立场知影讲。台湾毋捌伫联合国内底做会，没有什么断交、什么重返，咱要加入，联合国问题咧处理是咱要加入，咱要加入的时候，咱要计算会费是讲3600万平方公里，人口2300万，我要说这个计算，咱有怎样？咱绝对毋是重返，咱嘛无互赶出去，咱嘛无退出，所以历史就安尼来回事，这是咱台湾。我今日主要是要看看板吼，咱嘛先在讲一寡台语文书写历史吼，会讲即个问题。其实迄个拄则迄个谢乃达教授讲真悬吼，当然咱嘛会当有只看着较悲观的样看着，即个看一个较悲观的角度吼。好，我给你看，来，这是长早，我即摆要甲恁讲代志吼，这是台东吼，我即摆写的是迄个教育规范的写法吼，罗马尼甲汉语吼，我来用告诉这是一份考卷，
就是考虑分嘛吼，有一字用，有一字对。对对，这毋是我话，这毋是我话，这是人翕相的吼，这是迄个学检昨伊可能去倒位佚佗，就翕起来吼，我就记啊先甲偷用吼。好，咱来看一个，大家敢读会出来？哦，好，我是安怎会开始对台湾感觉有趣味？其实是为即个开始的吼。这是伫2006年迄阵，我到华联吼去台南，迄个叫我的时阵去上课吼。特别迄个就强载我去学校的时阵，就会看到即个感觉。你知影因为迄阵我无特别赶，但是因为早起伊迄个店仔就开嘛吼，就看到即个药家课吧吼。后来想讲，奇怪，怀疑开始毋知啥物意思吼。我其实想一冬了，我才想到，原来叫做又较好白吼。对，迄阵才开始讲，想讲即物件其实，我想要想一只物件，伊就讲，你介绍若真侪，讲有一寡所在拢会讲，我当然这是照迄个教母写的吼，都有写有对吼。现版这是伫迄个红山，是迄个往垦丁迄个路上去的吼。因为咱知影迄边练武是特产吼。当然，咱若用华语去理解很慢的连舞吼，可能咱会感觉到底什么意思吼？当然就是叫迄个音吼，现版吼。现版的拄则看过，叫一个吴克兄。大家学了了，听下是啥个歹？克兄，对，结果伊伊讲无克兄吼。下面音就是倒起来，你就克兄嘛。对就讲咱可能看到想讲听呀怪怪吼，伊个克兄吼。克兄听啊。克兄克兄。这现版的咱看到乃至咱当然乃至其实汉字是共款，但是咱读台毋是荔枝，咱是读做乃至这应该较无问题这咱其实是是讲以前迄个台湾美女嘛就是讲上青嘛好迄个。无要紧，我这当然，这个汉字参考是用咱职教部安尼写法，但是咱民间就是看到是安尼写当然上开始伊有几种个写法上写这过来上开站落另外一个上这是伫屏东的看，我记得有一边走去屏东后壁西西甲西无路，结果看到了先翕先倒来翕再甲讲。这是伫咱遮附近第2市上好啉好要紧，因为大家看到遮，大家敢有啥物想法？就是讲，咱当然即摆开始，咱拢知已经有，但是迄个本土语言教育拢有啊，从2001年开始咱即摆推档啊，18档大家所以。迄阵1年的学生，即摆几岁啊？8岁加16档，20年大学毕业吧，大学毕业吧，差不多啊，但是咱看到现象是安尼嘛，好，我这边真简单讲历史，就是讲咱一开始写就其实有一种物件是用罗马字写物件大家莫怀疑，这其实是台语，这是台语，这是台语，有人看做，这是伫迄个西班牙迄边，就是讲大家知影迄个大汉的时代，就是讲开始有一寡国家要甲中国做生意，做贸易的时阵，咱知影荷兰占台湾，迄个西班牙占北部，当然因还佫有占秘鲁里边，咱知影菲律宾伊要透过要安怎甲中国做生意，其实就是透过福建人，真侪福建人伫遐。所以透过，所以写的越南就是讲福建话，
所以因开始伫传教的时阵，其实做物件其实就是开始用西班牙文的系统去编即个物件，吼。好，当然即个物件看啊真艰苦，不过我看，咱就看汉语的部分吼。应该不是这里有些，这有特别些，就是 crystal 吼，什么 crystal 吼。伊是达月信月，达月信，伊迄个你看起来敢若 V， 其实就是甲 U 是共款吼，迄阵的写法 U 甲 V 是共款的吼。迄个声调咱是莫管，甲咱即摆写是无啥共款吼。好只有一个Santa Maria， 安尼，大家会又会出来吼，Santa Maria 是吼。好，即个物件是啥物时阵的物件？是16世纪吼，这是16世纪的物件吼。好，当然即个物件是迄个新港文书吼，当然我讲咱是台湾这边的语言吼。好荷兰统治的时阵，因共款传教的需要吼，所以共款用新港文。新港就是咱讲的新港文书，就算迄个希腊雅吼，北欧族的吼。当然咱即摆知影讲即个语言，咱认定是已经死亡，但是即摆有人伫复制吼，即摆同你用吼。当然有一个上大的基础，就是当初有留即个马太福音即个物件，所以变做有一寡语法会当为即个所在去重建吼。好，这是咱一般讲翻译客吼，以前的翻译客吼。就讲，因为以前原住民甲汉人去土地买的时阵，听来拢会骗吼，所以伊迄阵排客用吼，大概是安尼对。当然这里较无汉字清楚，伊只画图吼，即个所在是汉字写，即边就是用罗马字写，就是咱拄则讲的迄个新港文书吼，用即个物件，就是希望，因就是惊讲互骗去，所以两种语言版本拢来写吼。即个物件大概就是讲，荷兰人1600几年迄阵走。吼，对，电视讲来以后，其实即个物件佫150人，就讲以后的150人佫继续去使用，就讲即摆上出土的上换就是伫迄个100几年迄阵，佫有看到即个物件，吼。好，这就是，这就是迄个，共款就是迄个，罗马字的物件，吼。其实咱若有罗马字的基础来看吼，伊就是用英语甲迄个英文话去做比较吼，比较宇宙、天地吼、地、海、洋吼，就是安尼一个理论吼。好，这是圣经的部分吼，内容段吼。我是安怎会甲即个物件摕出来？是我真正捌伫迄个地上是看到即本册，就是1881年出版的。就是地上是，就是你会当申请吼，因为我迄阵佫是博士班学生，就去看申请袂当摕出来，就是会当伫内底看。看到迄个我真感动，伊真正是1881年出版的物件，保存到已经100多担佫伫咧吼。这当然讲特别较熟悉，这就是迄个台湾教育公报1885年写的吼，就是讲伫台湾有遮物件吼。互咱真简单安尼看过去吼，就是讲咱知影讲罗马字的历史吼，就是讲用罗马字来书写台语的历史，大概为16世纪就有啊吼。当然讲伫台湾当然当然日本伫荷兰时代，咱有迄个新港文书吼，但是到后来台语的部分，其实伫迄个19世纪其实是台湾有真侪即种文献讲留来吼。这是用必选的组合吼，190年出来吼。咱来看卖啊吼，必选就是数学，简单讲就是数学吼。咱读一个吼，伊讲迄个，咱即摆讲为四则运算加减乘除，安怎讲吼？写书写就是迄个话的，意思就是3甲4共做7，吼，伊就讲若用口语，咱逐个用口语讲，会变3加4等于7吼，咱就讲3甲4共做7，吼。有简单第二伊讲就是5减3除2，吼。有程式的伊讲5甲4相乘就得到20，吼。20除以4咧，咱讲用4来分20就得到5，吼。伊会用即个，就讲
就讲这是用台语去教数学，吼，啊，就讲咱看迄数学符号，吼，啊，咱台语安怎讲，吼，这其实有，啊，伊内底其实还佫真侪物件啦，吼，迄个分数要安怎讲啊，啥物拢有，吼，伊其实有2本，吼，迄个必选数学有出2本。好，这是第2教科书。第2教科书其实，就我理解，伊其实是因为圣经，圣经关系伊内底有真侪国家嘛，啊，所以伊其实有，我会记有4本，伊内底有的是中国的第1名，就国姓，啊嘛，迄个世界，世界，啊，佫有一寡圣经内底讲的一寡国家，遐物件，当然这就是国家的名嘛，当然咱其实咱日本时代咱敢若俄罗斯，咱是讲罗西亚嘛，Russia 但迄个伊可能中国迄边伊就像俄罗斯咱嘛会当看伊有一寡甲咱较无共的无，好要紧，咱就先看落。啊，对，这边是首都，这边是首都，啊，这边是国家，是嘞，咱即摆讲历史本嘛，历史科，历史科，要紧就是讲，迄种物件，啊，毋过即个物件应该是中国迄边出来，就讲算伫迄个福建迄边出来。这叫做来源科看落啊，就是咱即摆讲迄个物理学，这嘛是台湾的教科书，1917年，伊这里讲迄个什么三角包扎法迄种物件，好，咱看到倒边即张，因为离较细，我简单讲，这是台南养老教中学校，就是即摆中一中二，长隆中学的成绩单，因的成绩单是做安尼。除了即个囡仔有汉字以外，拢是家己写的，啊，伊较细啦，我都无要谈就确实是安尼，这是另外的这咱有看到这英文嘛，看了好读无了，即个，即个物件读起来是啥物？高比点，这是东来巴，的，我要讲的就是讲福建人走来台湾咱即摆拢用华语啊，用汉字啊，全部人看无罗马字，看到 ABC 就想讲是英文或是外国字。啊，马来西亚甲新加坡拢有即个情，就是讲因的华人，咱讲华人好，就是讲福建人好，因伫遐开的店，因咧其实是简餐店迄种但伊就把即个词入去因的英文内底我其实有问过迄个马来西亚的教师伊甲我讲，来遮读册人伊讲因看到即字，其实因就讲过马来文，啊，毋过因对因来讲，因看拢知影意思好比点其实就是简单点但是咱台湾变做安尼，咱台湾的咖啡店变做安尼写，要甲迄个咖啡写出来的时阵你好咖啡变做安尼就讲我是要甲大家讲做一个对比啦迄个马来西亚迄边的台语人因就甲七个物件用语言都袂当用罗马字去表现但是对咱来讲，咱是用华语去翻的华文去翻的这个是西嘞一个所以我其实应该是甲教育有关的伊就是伫迄个起厝的时阵，甲迄个罗马字甲放入去龙泉我当然我毋是介清楚龙泉，伊可能是因的看法啥物我就较无是因为别人翕无我龙泉CHO 的龙泉这条过这是教过的自由性形象个写好其实是讲大家大家咱即摆其实咱即摆拄着一个现象，就是讲包括咱口讲伫用
因为咱感觉讲像华语伊咧教的时候，先教波波猫，吼，先教半学期的波波猫，再开始用汉字，汉字伤过困难啊，吼，嘿，啊，结果咱的台语课本，咱嘛希望讲，至少嘛爱先罗马字开始，因为罗马字较清楚，至少甲迄个音用得清楚，再来学汉字。结果真侪人反对，伊讲袂使，伊讲啊，即摆囡仔爱学波波猫，搁爱学 ABC， 搁爱学英文，啊那台语的罗马字搁入来。伊会火气吼，但是大家感觉这是实际上安怎吼？其实我的认知拢是照你讲是大人有即个问题啦，因为大人咱遮老师，因为伊受教育的过程就是无台语罗马字啊，吼，所以伊看无，伊看无就感觉讲囡仔一定看无，吼，伊用即个思考讲，所以袂使你会造成伊的负担吼。其实我对重点就是讲，拄则甲姚明友讲，就讲迄是统治者的讲法嘛，吼。我现在思考的讲法，咱看欧洲都毋是安尼啊。欧洲通常我知影听人讲，就讲一个囡仔可能伊几落种语言拢会晓吼。伊看到，也是讲我若去，我捌有一遍去欧洲佚佗，我若看到迄个捷克文，我都知，就讲虽然我读袂出来啦吼，我一看到迄个，大家就知影伊是捷克文，甲英文无共吼。就讲有一寡，也是讲你看到一寡文字，你就有一寡。马克，吼，就有一寡物件，你就会看到，伊可能西班牙文，可能啥物吼。我意思讲，其实是无迄个问题啦，吼。就讲囡仔告诉你同时，就算你同时互伊波波猫，吼，虽然波波猫是一个龙猫物件，吼，互伊波波猫是互伊英文，还是互伊台语罗马字，因为台语罗马字甲迄个啥物，迄个英文其实看起来是无共，吼。就讲我意思讲，我无相信囡仔的混乱，吼。啊，实际上。咱有一寡朋友，因伫教囡仔的时阵，看起来是无即个困难，囡仔拢无即个困难，吼，就讲伊学是其实真紧，吼，这是较严重的，咱过来看吼，来这，这嘛是迄个南部迄边、屏东迄边去的吼，真低，啊，但是咱当然其实就是写真吼，但是咱真侪，咱若看到真侪迄个看板啊写真啥物吼。大家拢是台语看板，拢是讲真安怎迄个意思吼，尤其真侪像迄个便当大吼，真好食吼，啥物真啥物嘿，好过来，足甜，拄则真甜嘛吼，一个足甜吼，就应该是对用咱照到无是写迄个另外一个种吼，搁真一步。这世界题吼，世界题就是讲咱知影这是台语吼，这绝对有一项，因为咱知华语迄个世界，敢会当做民俗使用吼。世界吼，咱讲即个世界，伊个世界，但是咱的世界，台语的迄个世界是在当做复数利用吼，世界题就足甜的嘛吼。所以但是迄个华语的世界没有无受复数使用吼，所以咱真正做这虽然世界看起来世界吼，共款，但是华语嘛是安尼，但是咱的意思是迄个非常的意思吼。就按看迄个世界题吼，好，继续播吼，所以大家做只，全部都已经想着吼，就讲咱若要讲吼，搁有搁有啥物形容词？咱若要讲足甜的，咱可以讲真甜、足甜、世界甜、也上甜。好，这当然这是用迄个较华语化啦吼。好，咱即摆来讲汉字吼，共款吼，就讲咱的汉字伫书写台语，咱当然是讲书写台语的部分吼，毋是讲汉字即个时候才开始有吼，就讲嘛是共款，咱拄则讲罗马字16世纪开始有书写台语的物件吼，啊，即个汉字嘛是16世纪都有啊吼。即个物件叫做来镜记吼，共款是戏文吼，啊，当然咱会想讲，迄个时阵戏文。是安怎甲台语有关系吼？互我用较大字吼。当然，咱看迄个戏文，当然伊较文言啦吼。搁吼，咱看到即三字，吼，内底就是有一寡台语词真正吼。这是教育部书店去查的吼。错啦，就讲伊内底其实有一寡词，就讲咱看起来是较文吼，问题是。
内底都有真侪。啊，当然这个物件我必须来讲，这毋是台湾，吼，这是迄个福建迄边的，吼，这是一共2种都知影是，错人医，吼，这叫这个术，哎，吼，真差的意思，然后就差的吼，好，啊，这是拄则咱讲西班牙迄边，吼，就是伫菲律宾迄边的物件，吼，吼，伊共款，这叫做基督要理，吼，就是类似迄种实践，吼，咱讲迄基督教迄实践，吼，吼，伊内底当然你看，伊其实就是你看安尼，你嘛感觉到底什么火星文吼？啊，毋过你若真正看，伊其实甲台语有关系，吼，因为这就是阿门啦，吼，开始就是阿门，吼，圣达玛利亚，吼，咱对样看起来，吼。亲像啊，吼，真啊力啊，吼，就是讲你会当看吼，你若，就是讲当然迄阵诶，你若安尼读，甲咱诶口语嘛无啥共，不过真正台语是读袂出来，吼，福建话，吼，福建话物件，吼，你若看到迄个三大就是三大，吼 ，SANT 诶，吼，圣节诶，吼，嘿。就类似迄种物件，是伊讲，敢若是10届，哦，哦是，哦是，哦是，好，啊这1593年出版的，哦，10个世纪，啊但这是伫迄个菲律宾，哦菲律宾。伊迄字是迄个。就是迄个质个迄个质地上，吼，质地上还是质地上，啊，当然因为是用较嚟写，较跋倒哩个吼。好，安尼咱个看落去哦，吼。好，这就是迄个咱一般看到迄个歌册，吼，这头清国时代台湾都已经伫通行遮物件吼。好，啊当然，咱若看歌册写法，其实伊真侪拢是照音吼，因为就讲台语甲就用迄个，咱毋是歌话系统，对，咱台语毋是歌话嘛，吼，啊所以变做讲伊伫写的时阵用真侪迄落系统吼。是的，我来看吼，咱看嘛，比如讲，这是迄个。以前咱知影开始自由恋爱的时阵，吼，啊，但是因真侪拢是父母的反对，吼，啊，要安怎烧酒去跳舞吼，所以迄个时阵，听讲日本时代，看迄个社会新闻，真侪拢是殉情，吼，就是咱讲跳舞吼，啊，这是毋是？这是嘛，吼，这类似就是迄种吼，你讲像这。家亲也亲拢无人吼，拢伊就写一个拢吼。就是卢长昌吼，对对嘿，卢长昌吼，卢长昌吼。裤大摕来拔大腿，死了才会做一堆吼。人生管手管手，想着人生不自由。啊，这就是以前。父母反对伊自由恋爱，吼，啊，所以毋知要安怎，吼，啊，就只好用即个方法，吼，啊，再有一个大型歌，吼，大型，吼，当然就是叫迄个音，吼，对，嘿，啊，但是伊就是用照音的为主，吼，就讲咱知影迄个歌册迄阵是照音为主，吼，嘿，这就是日本时代的物件，吼，日本时代大概做法就是。这离较侪咱真看见，对顶悬就是用写台语，吼，汉字啊用汉字去拼，吼，啊下骹是迄个日语的解释，日本的解释，吼，这当然这是迄个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其实这种媒体遮侪，吼，因伫要求第一线的警察要甲一般民众记者，伊就要求伊会晓有台语能力嘛，吼，若无你要安怎教，佮叫台湾人安怎，吼，所以就是讲因迄阵。所以，因若伫，你若看过《赛德克巴》，会知影因的山地警察都是爱会晓讲原住民的话，吼，
迄个面对的所在，当然就是不管讲台语还是客语吼，就是因爱有即个警察有即个能力吼。好，所以咱来看，比如讲是甲本地人拢无差，实在是真老讲吼，类似伊安尼吼，这就声调吼，这是迄个用卡下去拼的，当然伊有一套吼，有一套迄个拼的迄个声法吼。好，咱就回去啊吼，因为时间关系，我再跳过，袂使讲伤久，上好是留一寡时间讲吼，吼。这是因的国语课本，国语课本伊惊台湾人看无吼，所以这是迄个课本的课文，会开始用台语写来吼，希望台湾人看有国语课本吼，伊搁另外做翻译，客语嘛有吼，这是台语的，客语嘛有吼，好，这是迄个。即摆教育部的属下迄个规划系统吼，好，咱即摆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讲大家感觉汉字到底是拼音文字还是表意的文字？咱以前受的教育应该拢叫做表意文字嘛吼。表意文字意思就是讲，咱看到即个字，就知影意思，吼，敢有影，吼。我即摆要提的第二是讲拼写字吼，就讲。我以前读高中的时阵，我记高中课本有写形声字，就讲咱讲六书嘛，吼，因为象形、指示、会、形声、转述、假借吼，大家有拢记起吼，记了条吼，咱以前是教育吼，形声字，我伫高中有人讲形声字这样会的怕，会是吼，有人讲愈来愈多吼，因为咱即摆真侪艺术。比如讲克林顿啊，什物是种欧巴马这种字，就是讲伊其实就是讲，迄个艺术其实有就是用汉字去翻译，吼，还是叫做这种就是讲伊实际上伫生活使用字去可能偌济，吼，比咱以前讲80%可能已经超过来。咱若想讲，假使一个文字系统，80%以上甚至到90%，拢是形声字。形声字意思讲有一个偏旁，你啊，迄个后壁看迄个声吼，但是咱知影迄个。汉字迄个形声字，佫真晦气，就是有时共即个声母声呢吼，无共发音无共嘛吼，啊是讲共即个即个声，伊可能用无共字写吼，毋是一个真可爱物件。我要讲就讲平常字来讲，其实伊基本用的是拼音字，但是汉字是一个真无效率的拼音字吼。第二就讲，咱讲象形，就是伊就是迄个形嘛，画出来吼，所以咱理论上一看就知影吼，但是咱象形字跟一看就知影。咱以前讲迄个字日头吼，就讲伊讲本来叫做一个圆箍啊，中间画一点，啊写到比较日头尾画一点，咱毋知吼。啊，即摆写做安尼啊吼。吼，之前我听过一个医生甲我讲，迄个其中伊有甲我讲，伊捌问过外国人，伊就写迄个字吼，迄字吼，你互伊看，啊问伊讲这是啥物物件？外国人无一个讲会出是日头。有个人讲是拖啊，较成嘛吼，看安尼。意思是讲，咱即摆用即个，咱即摆写的物件，其实你讲外国人有看有象形字吼，看到，还是讲人一看，咱就知影讲，即个就是表示男嘛，即个字就是表示女，咁无可能吼，看起来是无可能吼。好所以伊无，就讲我其实用即两个头前即两个，就是讲伊其实甲咱讲的，咱一直。甲人说到讲表意无影，无呢，计是无即个功能。但讲伊是表音的功能较主要，但是咱表音的文字英文用26个字母都完成啊。咱的汉字偌侪字，4万、5万、6万，几落种吼。咱 Unicode 都已经几落万字啊吼，超过4万字啊嘿。好另外一个迄视听语言实验，我嘛是听迄个医学的人讲吼，伊讲这真久以前的实验吼，但伊政治不正确，所以无法度一直讲推广吼。然后伊是去有一个中国移民到美国吼，伊爱就用伊做试验吼。迄个人就是中文无问题吼，讲华语无问题，讲英语嘛无问题吼。所以伊就是要切牛，伊讲伊迄个伫头壳内，伊讲语言时阵，迄头壳内底会反应是安怎？伊就讲，咱一般来讲迄个咱若听到声音的时阵呢。头壳内底有倒位的迄个有反应吼，迄个倒的时阵，啥物所在有反应吼，所以伊要看就讲，伊讲英语甲讲华语的时阵，到底头壳内底反应的所在是毋是无共吼？
教书无共，都一个是导音，一个是声音的吼。结果发现拢是声音，就讲不管伊讲中文还是讲英语的时阵，迄个头壳反应的时拢是声音迄块吼。就意思就讲汉字其实是，这个政府来讲汉字其实是偏文字，其实毋是迄个咱讲的标语，还是讲图像文字吼，都无一样吼。好，这是一个讨论，啊，毋过因为政治不正确吼，所以这个物件较无机会去讲，迄种吼。好，来，我来看一下。这是迄个主管的翕面，吼，西咧迄边吼，吼，加温刀吼，佮伊迄摆啊哩长吼，我甲切做两块吼，加温刀吼，来坐哦，坐一下迄个坐，嘿，擦啦迄个擦，嘿。食两较无问题啦吼，就不管你写对写毋对，就是安尼吼。即个咧，即字是杨妹妹的妹嘛吼，妹别散，妹别散吼。哦，听较真，看较真艰苦吼。对，做完看卖啊，做完就是西个人吼，伊咧无话迄个。哦，这嘛是最近离开了无清楚。遮有一个叫车草吼，这是迄个敢若自助餐店的款啊，是毋是？应该是吼。啊，烧滚吼，伊写棍子的棍吼，啊这离开无清楚，伊写互你下面的下吼，伊条文讲会用台语讲吼，互你的笑脸吼。真艰苦吼，哦，这是一种一种商权业吼，叫有关键字吼，有一个较俗，有一个较贵的吼，迄个食较紧就是较细包，吼，啊你若要食较久的，就爱开较侪钱的，才有法度食较久吼。来，实际检讨猫，检讨猫，这真正人写在实际迄边吼。哦，啊，佫有用的这台南的。家是做头毛的好所在哦。遮艰苦的吼，对哦。哦啊，咱知迄个做，台北腔讲做，但迄边讲做，好来所以迄个做文吼，迄个有表现迄个南部腔的迄个感觉吼。真是做头毛的好所在吼。即个我来，即个我感觉足厉害的。伊用着迄个反切的概念，好，我是用华语讲吼，基础语法，对哦，好，你厉害。你看迄个厝甲语合音喙，迄个微华语无迄个音嘛，有无？华语无迄个微迄个音吼，所以伊就用厝语啊变喙吼。这是一间迄个饮料店吼。啊，伊的店名其实毋是叫这，不过伊就是迄个因的迄个制服，因即款的这叫做就是即个 logo 吼，基础语达吼，基础语达。好，啊，即个就叫迄个教无写基础语达吼。好，啊，我要讲的这是因为这是一个老师伊翕的吼，啊，伊讲伊看到这，伊台中人，啊，伊走去台南，即个欢喜就看。啊，真欢喜咯，就像我爱甲交关啊，结果因内底迄个工作人员就讲只会教，就是讲念因的店名，因的迄个内底的店员念迄个店名的时候讲只会教，毋是讲基水达，明明即个名就是叫基水达艺术嘛，吼，结果因的员工训练无做好吼，
所以因就讲只会教吼，伊讲伊期望我伊后会绝对会起你囡仔，都无猜迄个头家遐尼用心要照教我的想法吼，结果迄个员工训练做无好吼，这是迄个嘉义吼，高岗嘿。吼这高岗这路写对啊吼，这是伫台北迄边翕的。其实我是用 Google Map 知影遮有拜托迄个学生去走伫遐翕吼。袂使头挽哦，哦。来，先看第一个。哦，昏头卖乱动，这个广告卖够大。哦，对。这个嘛真艰苦吼，伊这今日谈我足天较无问题啦吼。这个伊今日因为你伤侪，今日谈着伊今日提示我，伊才开始谈。你看迄背景其实是背景大卖场吼，看起来是家乐福啦吼，看这个看板看起来是家乐福吼。这意思应该是。买社会，较赢得做工课哦，做工哦，会真艰苦吼。咱若看这不只艰苦，我理解是买啦吼，买着社会较赢吼。对啦，都我袂斗嘛，都袂斗啊嘿。好，这咱跳过啦吼，时间的关系，我袂使佫讲啦。嘿，就讲咱即个语言的人口，若假使用福建话即个角度来看吼，咱人话吼，其实即马伫世界上，就讲咱知影即马全世界70亿嘛，吼，70亿人吼，即个语言人口是7800万人吼，伫世界上的语言，即马讲6000外种语言来讲，伊是排咱24吼，其实是真侪吼，但是咱真可惜就是。咱一直无官方语言的地位吼，就算咱即马台湾有较重视啊，但是看起来危机还佫真大吼。好好，过来看，是个上紧啊，这拢是巴肚吼，当然这个就是巴肚吼，这是迄个公益路里面翕的吼，伫咱遮附近吼，这是外面吼，巴肚枵吼，你发现讲，敢若一个巴肚吼。个以后吼，我摕4个看法来看吼，巴肚3种写法吼，肚嘛3种写法，吼腰嘛3种写法吼，巴肚枵。好这其实咱看到迄个台语看法真侪是甲遮有关系吼。第二就是槟榔搭特别多吼，有可能槟榔搭。拢用台语，使用台语钱较侪吼，我知吼，当真侪拢是连锁店吼，真好食吼，食袂膻吼。迄个都我以前伫花莲翕的，迄个都其实算闽语外来语啦吼，但是咱来讲有道，毋是就讲台湾人会听有嘛吼，有道真有道，非常很优很赞嘛吼。基本上我甲当作是台语外来语啦吼。伊两位伫台中市区遮翕的吼，伊两位其实双关语吼，咱讲迄个伊两位就是讲非常杰出，非常就是迄个意思吼，一百吼，就是迄个意思。这是在家迄边迄个学生去行马做，我叫伊去，伊有翕个会话讲食袂煞吼，食袂煞，煞应该是煞意思吼。食袂膻，迄种意思，食袂爽，食袂膻。我看到倒一个是台语写的无？这卡里是迄落嘛吼，就是讲一种物件吼。
四修啊，四修啊，哦，伊是写四修啊。单独吼，单独就是讲礼物吼，咱讲礼物啊，但真正是迄个做包装设计吼，迄个为做一个敢若迄个礼品的迄个感觉吼啊，写安尼吼，这是一本册的啦吼，册的迄个册名吼，家己写。讲出来无？普龙宫吼，普龙宫这个书其实。台语书嘛吼，教博书店无咧即个书，普通讲大家一般都讲有所好闲，无所事事迄个小可迄个意思吼，就是因为较离毋知要写啥物，教博无即个迄种，这是台湾的吼。好，有即个书啦，普通讲有即个书，但是咱是讲字要安怎写，嘿，咱即摆较无利用，但是咱一般讲普通讲就是。他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迄个艺术吼。这迄个新台的真清楚吼，这是台东的一间迄个民宿吼，丰盛教堂吼，伊正一个，但你感觉是啥物？来，新台你来讲。人客来坐。你讲用中敢若是外国人真迄落吼。敢若是迄个嘿，其实是讲人客来坐的意思吼。好，伊敢若用作敢若外国人的名嘛吼，所以种人客来坐吼。好物啊吼，这是连锁店，这嘛是连锁店吼，好东西嘛吼。这是迄个东东芋圆，吼，东东芋圆糍的，吼，手路，吼，咱一般讲华语无收入即个词嘛，吼，咱讲手路就讲手的意思，吼，收，嘿，袋啊，袋子啦，就是迄个做迄个袋啊设计的迄个袋啊，吼。好，其实，拄则其实迄个。就讲一开始我看到迄个台语看板，其实我大概一个想法就是，我感觉台湾人就是有一种真强烈的欲望，想要用台语来表达。但是问题是，咱受教育用华语写，所以咱的看板通常用华语嘛。但是伊想要改变这个字的时候，想要用台语写。但问题是，台语的文字对伊来讲无熟。另外一个是讲，假使咱用汉语写，有真侪物件别人就会读做华语去啊。吼，所以伊就想要。用心计较，想办法要互人提醒别人，这是用台语读的，吼。好，当然这都有真侪背后当然有真侪问题。拄则信南老师讲，其实咱有看到这个店名，就是伊做生意，吼，要吸引人，吼，用这个方法来趁钱，吼。但是咱的问题是啥物？就是咱伫台语，吼，台语其实伫台湾就是。人口比例上侪的，真侪人口吼，但是问题是伊毋是官方语言吼，这大概是市民国家比市民的国家才有现象吼，所以无一个正常的国家有这个情形吼，这是咱遇到的问题吼。好，咱台湾还佫有一个少歹现象吼，就讲咱就知影已经互糟蹋啦吼，但是问题是真侪阿公阿嬷伫带孙的时阵，伊甘嘛放弃伊家己的母语吼。放弃伊家己母语的结果是啥物吼？就是讲，第一，即个囡仔吼，咱即摆现象就是咱讲迄个囡仔爸母甲阿公阿嬷迄个吼，爸母通常就是甲阿公阿嬷讲台语吼，但是甲囡仔就讲华语去啊，吼，伊家己放弃啊，吼，就是伊放弃迄个教育的权利。第二是，真侪阿公阿嬷吼，甲孙就是讲袂标准的华语甲伊讲吼，造成啥物问题？即个囡仔华语讲袂标准。台语袂晓讲，吼，讲华语人就感觉伊一个腔伊毋是标准的，讲袂出标准，但是伊台语佫袂晓讲，吼，这是咱真大的困境，吼，就是讲，咱若看迄个广东人、香港人迄边，因其实语言意识较有够，吼，因若迄个，就是讲因会较坚持用家己的母语，但是咱台湾确实有即个困扰，吼，就是讲真侪人其实是
较无即个语言意识吼。但是咱嘛知影讲语言若死亡，是咱的文化吼。其实咱要讲啥物叫台湾文化，其实有真侪物件会无去，嘛会无去吼。好，咱的问题佫是因为咱即马汉字诶，迄个主导权是华语吼，所以变做讲，大家看到汉字，咱看到就是想华语，所以咱会当看到台语看板现象，伊其实是要用华语的发音去讲台语，吼，用即个方法，即个方法就变做咱无主体性，咱看到汉字其实咱无迄个主体性所以变做一个真。毋知就是讲，咱若看到有诶物件，你当然你会感觉趣味，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悲哀啦，吼，还是讲你看迄个啥物，正是做头毛落实在写个安尼，吼，就是咱讲火星文，吼，火星文嘛，就是迄种感觉，吼，吼，咱看到罗马字，佫想到迄是外文，吼，外国人诶字音，吼，问题是，伊实在都是表现台语嘿。而且伊有文字历史嘛，已经400档，咱讲超过400档吼。嘿，咱即摆看到讲，咱体制迄个本土语言是为2002年开始16档吼。咱拄着问题是讲，教育嘛已经规范，但是咱看到现象是到即嘛还是无一直。就讲咱会看到台语的看法一直出来，吼，即几年一直出来，吼，有时啊，常常我看到一个新的，迄个我甲你讲的，就是昨看人评50部的吼。会晓看到即个物件，其实还佫真无一致吼。当然，咱有真侪物件爱讨论啦，看到底是爱摕教保出来拍学生，还是安怎吼？就讲伊塞一个16档你佫塞了无效果，到底即个问题是啥物问题吼？所以咱要安怎吼？迄个我其实无啥物答案，不过迄个广告一个迄个东华大学有一个康北的老师吼，甲姓兰甲我吼，这个会出一本册，就是理工看板的册吼，电话出版社会出，大概每年迄个世界杯的进程吼。歹势，我就讲到遮吼。